等我注意看看，應該 YouTube 應該有哈 YouTube 嘅人。OK，實啦哈，就頭實啦。OK。哇！喎，成功喎！未未叫我，真冇話嘛？Hello，哇！靠咩逼？感謝大家個在到對嚟收聽邊啲學緊嘅節目，歡迎兩個在到對嚟我就觀啊，攞個字啊部落，因為就淡薄聲聲啦噃。介紹特別嘉賓今日節朝人到啲 Zoom 入邊有人嘅老趙阿龍咯，歡迎阿龍。未記佢哋麥，等陣講句歡迎阿龍。Hello，แล้วก็ว่าไงสินเจ้า喎สินเจ้า叫介日鬼歡迎介日鬼頭一擺來參加看你我個到底係三路啫我當今未去嘅咧 clubhouse 朋友配啫我俾每塊人我每塊裝到啲 clubhouse 位OK，來看 Clubhouse 嘅朋友是南西，歡迎南西。大家好，大家好。OK，個轉個個趙西，歡迎趙西。大家好。個高三字。Hello，大家好。個阿趙，歡迎。哎呀，大家好。個你看我注意啊，係你 BC 啊 ，BC 是伊個，就是 BC 哈。唔對，特別伊近至有迄有 balloon 哦 balloon anniversary clubhouse anniversary 哦 BC แล้ว個隻人咧，啲，然後當今咩事 ？OK。報告就係咩？報告喺度是講，嗱是講到冇收談，本來學嘅落音嘅 email 嚇，讓到去隻你 spam 嘅 email，OK？你 spam 你 junk 嘅 folder 裏面，除本來學嘅呢，依 email 是 john@ 本來學嘅 .com 嘅，你去除啊，到底你 junk 以後，到底你 email client 係 Gmail 啊，什麼凊彩hotmail。夠啦，有 hotmail，然後你 Kevin 但係講 this is not spam。就特馬會實落唔是話講，你可以解超多啫，依隻你拍落去地嘅，因為我 email，甚至解超多啫，解拖起來，所以依個係個活動。我哋看，แล้วก็另外一咧，個另外一問題，唔是問題，另外一大字咧，要甲人交代，就是我真正感謝你人大家我講一聲啦，無看紅人聽到，我唔知啦，講人對齊驚啫。我係皇帝爸爸，我爸爸寫嘅啲錄音時間係十幾號、14號嚇，到一個月節整嘅冇交一個月節整，皇帝爸爸過身，所以紅險啦，แล้ว我就。邊對其實所以到11月錄音嘅時，我就 cancel 時呢，我早一晚拜個報時收談這消息，然後特別邊對佢本來處理這個後事啊，佢就證明我哋處理掉個，特別讓我都冇點聲，一刀還是幾刀錄音時，我甲慢慢甲人講，我再講人一人關心，不過只感謝人嘅白金，人嘅花。我是大學邊呢是上個是只邊咧學見嘅聽眾嘅話，無想破，所以我看唔真歡喜啦。แล้วก็有先個調啲出來這名人感謝人大家。我嘅個前半年是我 ready 嘅了物件安排好嘅時，我甲一條慢慢甲人解釋，甲人講。我再講只人就是只 curious， 就會再講較濟物件，會問我較濟物件。等下到錄音時有機會時，我做一 topic，然後甲來慢慢甲大家會講。OK，當然即介紹佢時確定是哪一記 OK 啦 ，please remind 我講，叫我可能交代我講你第一嘅人嘅名，我做一 list 幫第一嘅人嘅名。是講我當然上報告上只有就嗰人走過來困嘢。OK，當佢我未講嘅話題就是講哎呀咩啊龍大相處係啊，人講我真是寫大相處啊，伊 topic 寫咩啊？你睇 YouTube 有人看，哎呀，幾十個人看喎 ，YouTube 跟 Facebook，大家亂講啊。
意思就是大上厝对，我寫大大上厝，上白白白大，大上厝，白白大我大上厝，大上厝，大上厝，OK。嗯，大上厝，所以當佢 YouTube 嘅人，我有看到YouTube 甲 Facebook 本有人看，感謝大家。但我未即看，我俾聽我 computer 紅線有彈嘅呢。哎呀，冇計正嘅。阿龍 YouTube 冇叮當喎，依嘢講啊。係咪？哦 YouTube 人講啱冇叮當，係因為阿龍冇叮當嘅數。啊，特別假日嗰日叮當嘛就。對。OK，所以來當叫人安尼啫。阿龍是只，伊是即 temporary 嘅效應 ，pause 掉上，唔係幾緊。嗱，當然即禮拜要講嘅就是講大相處啦。我問阿龍，人講 roommate 嚟講好，叮當馬來西亞講 roommate 好，是參埋 housemate，不，人有分 housemate roommate 嘅。特別嚟美國是人講 roommate，就是講 room together，就是講你有。相處無相處相幫本要緊嘅啦，嗰叫 roommate。所以阿龍對我問阿龍，安怎講啊？咱較基本是講 roommate 還是 housemate 嘅嘛對，咱無講就講學嘅話講，特別我有興趣講要再講，若是講咱用學嘅話嚟講，咱咪叫安怎呢？白大咯，白大，咱大咧大做伙，白大成淡薄，成家有淡薄，呢你錯。是唔是？你話假日鬼，上華語講嘅嘛，你啊，白大，你垃圾換咯，同居呢是白咯，是白褲，對，冇啦，講緊你病嘅啦，乜人講白褲呢？人講白大就是明白嘅啦，你唔講小鋪嘅，即係講乜小鋪嘅？我食幾白大。那較書本嘅啦，咪可能即係話小鋪嘅，係咪？唔襟配，即係我教我襟配多嘅人啊，即係。搞到襟配多，嗰時搞到加配多啊！搞到加配多是騎掉嘅啫，搞到襟配多是白白踢掉嘅啫。加配多是成個女人個囡仔個咧是加配多。係是你媽搞到加配多啊！嗬。啊 ，OK， 所以人講就普通嘅冇安呢。所以人講是人講安怎呢？下屆日鬼你講安怎講呢？你講 roommate housemate 還是有講學嘅話講 roommate 咯 roommate，家姐講 roommate。roommate 嚇 roommate 啊，人講人學嘅話是本是講 roommate 嚟家姐。แล้ว往大相處嘅，上房間，做隻大，做隻大，往上房間，上房間，往做隻水處啊，不，隻水處是條水啊，往做隻大，相處嘅。大相處嘅嚇，所以我隻 topic 叫大相處咯。But anyway，注意，แล้ว南西咧，南西你講咗，你咩叫 roommate？是上一間厝，但係無上旁間，就是 housemate 啦。我是上一個旁間嘅嘛 roommate 咯。啊，本來我是。OK， 對，所以咱今日我是講 housemate roommate 啦，無講係咪相處咪貴啦。今日上啦，上一個 under 一個。往做隻大，上做隻大啦。而且到做隻大，淡薄有淡薄 relationship 啊，講是成個往大相處嘅時候較無呢，手背講。個歹聽無啊？係咪啊？往做隻我人大啲隻淡薄。哈，淡薄。係咯，淡薄奇怪哦。他成個淡薄什麼小氣嘅咧？對，唔知你背背啫。就你背背。即係咧，九十字咧，亂就講。九十字未講。我講好人是叫同，我講好人是叫同居。同咩？同屋。大相處，大相一間厝。大相處 ，OK， 啱大相處。嗱，阿蕉咧，阿蕉叫做 hotel。客棧。housemate 啦 ，housemate，OK，housemate 啦，OK， 那做隻所以房間冇上房，佢叫房都叫 housemate，OK，但係咱知啦嘛，但係咱講 housemate，咱講大相處嘅朋友會告訴，聽到細漢到大漢絕對有隻字，較濟咧大細漢嘅時就是冇你出來讀冊嘅時，會start 有嘅告訴嘅。
特別我會實成我會即每隻假日龜就先咧，我特別卡佢剛假日龜咧都聽到邊啲學見呢假日龜，啊那隨到邊啲學見。actually 我係歌我嗱整介紹下咧，年年整噶啦。了，做咩都冇聽你歌話？係冇安尼紅白嘛？係本個本個。哦，I see，唔係成家定節成家話你家是攞佢節整嘅呢？你講定節個冇 smartphone 個的意思是講就係你啊啦。對，就係你嘅定啦。我答佢啊，答佢你整。特別了，你知我邊啲學人，你冇聽本，你個教你講，你本冇聽。對，冇聽，最近我都甲聽咯 ，Spotify 嗰度。哦，哇！你唔知，他都冇聽你歌話，知道？所以了，當今 OK， 所以當今你有聽了，當今有 Spotify 了有聽了幾時聽 Spotify 是幾時聽起呢？唔知攞你個人。哦，我知你冇錄開 email 話呢，你本地就一個都唔來本的嘛對。對。then OK， 所以你歌把起來參望落應該哦。應該冇啦。哦，冇。因為冇聽啦，係咪？又冇啦。哦，其實一間厝會使一人聽呢，就 OK。我成日你Netflix 呢 ，OK。未使 share，喺哪啦嘅 Netflix？考嘅話，邊個邊啲學嘅使 share，OK？規間厝人幾百厝邊會使聽免類嘅，感謝大家 ，OK。哦，所以咧，你聽起了，你當今你會記得到，你按照紅險咪上到去聽呢，就是 Spotify。我 actually 我是愛做工嘅時聽嘅。哦，你就冇線啦。OK。我看到podcast 加 interesting 嘅時就嚟咯。哦，哇！咱嗰時未拍19年啊，做嗰時都 interesting 個。你是到底，所以你聽特別 office 聽是你用 Spotify， 你冇看 YouTube 啊 ？YouTube 較少啦。OK。除非我咧。這個時候畫面嚟看，所以我講下，啷看這咧，鬼子嘅事啊，哎呀，別得閒都會看嘅時候，已經成日佢去 YouTube 會看掉。較方便啊，你做工時到啲後背去聽，你捌到啲 office 去聽，家己笑啊是唔能看咯呢？我特別愛看，你是對泡湯聽邊咧學緊嘅人嘅大致嘅問題，就是看到啲 office 家己笑啊，是可能看咯，唔知你講唔知笑係咪驚啊 ？Then OK， so 你到聽到你嘅歌把介紹過你聽，嚇時是幾年前啊？你會記哦？講10幾年前啊？你唔計我學是吧？你大學是當做出來大學整，所以你講有整10年啊？有10年啊！有10年哦，所以10年前我講了，特別聽到你知你個人除掉無咧？聽到是唔知啊？YouTube 冇咧興嘅。對無 ？online 嘅是 online。哈。所以是有可能到啲 iTunes 去聽，聽到是 iTunes 較 popular，Apple Podcast 去聽。OK， 錄音嘅事啊，錄音嘅事計每隻一到時真係講報告啫。OK。未必個拖下對嚟啊，個幾隻人少聽啫。OK， แล้ว OK， 所以當今我未รู้咯，你嚟參望嘛，所以我會make sure 你再講 OK， 我能安怎參我能就錄音是安怎了我能錄音，因為我錄音是一刀，我唔知你知唔知啊？我是一刀錄絲出嘅了嘅。所以點先是正長啊！早是暗暝9點錄，咁咪早起唔知幾點10點幾點嘅，了所以特別9點呢是看我按照快 start 啦嚇，所以其實我較細聲就冇時較慢，但幾點 start 下，大媽龍話9點7點。我啊，你9點攞嚟自己 start 係咪先？我覺得就快。呀 ，OK， 咁我 computer 就攰數，未必較。我9點半呢，都講落估會壞咗。我都覺得半啊嘛。OK， แล้ว OK，so
當今我咪講到對，我咪每學成朝講咯，成朝你有下面成個 roommate 嘅故事，俾講寫啫。我負責做沙巴茶檔。哦。都我嘅 room 嗬，啲 allocate 嘅時啊，沙都馬來西亞度，所以我有等人。我參啊了。沙巴嘅還啊。OK。沙巴嘅人家先啦。哦，樣就告訴佢講咪八啊嚇，八咩？八啊咩？八，就最八樣講喎。都怪 OK 啦，actually 沙巴嘅人就慣嘅。OK，伊無成講看白色人啊，無咪想愛參與啊，成日看下。樣個凊彩啦，凊彩 anybody， 凊彩咪人會參嘅啦。是，人會較 friendly 啦。OK，了你經驗上咗拄到就是頭一擺嘛，你是唔是頭一擺甲別人大咧？唔是出來人。對。哦，你揾你哦。你未使啊，嗬？攏是大縮時啊，特都是，很可能是四個人嘅邊啦。哦，四個人。上複雜。啊，對，四個人上複雜。你頭一擺大你經驗是安怎你話啥？哎喲，伊係咩物件？哎喲，安怎？你個房間是安怎你 describe 就你房間四個人大？我嘅房間四個平層，我 double decker，我係 double decker。OK。แล้วสี่เหลี่ยมตัวเต็งอยู่ inbuilt cabinet 哦 OK 所以佢哋上一間啊I mean 啲房間啊你坐係呢做物件所以ตัว好難咯ตัว好似你冷嘅背啊內面層頂面係地呢แล้วdouble deckerแล้วก็有四地ตัว頂啊佢係四地ตัว頂嚟好了怪大本來啲ตัวเต็ง一個 cabinet 一個沙巴嘛你講沙巴有地方有所在伊較闊啦，冇 maybe。了個有了上一間安怎？上一間我是以前一個 apartment 嚟，三個房間一個 toilet。爽喎，安尼可能。你想？我是後面，我是大到第四年 college。哦，別怪。我家古嗰度是多咁樣咯，別怪爽，人哋伊咪是成個水厝你看着咯。你正式講你嘅 roommate 咪是 really 一人嘅咯，另外一人啦。四個人啊，冇四個人嘅 room 啊，แล้ว一間厝三間 room。哦，OK，冇，我想講你講一間厝內面有四個人大了，伊嘅內面有四間房，是唔是？你是一個哈？一間裏面有四間房，一房裏面大四個人，但係一個 unit 就要十六人共四在間。老細時咪是無法，但是唔真做啊，老細時。OK 啦，伊有三個張板嘛，然後你。OK，所以有較濟張板啊。OK，老細們會 accommodate。OK。了經驗好啦，你頭一擺甲別人大嘅經驗是 OK 啊。我咪趣味故事。趣味嘅故事啊，我頭大，我嘅內面煮物件，啊，未使煮嘅嗬。未使。你亂咗煮，然後咪煮起火嘅機。我用 rice cooker。哦 ，flameless 啊，唔要緊啊，特別未使咩 ？rice cooker 煮冇未使啊。未使，แล้วอีก spot 仔咧 spot 仔。哦呀！แล้ว我會知，紅色講 spot 仔咧，我而家我嘅。個紅色。咁咧點啲 luggage 裏邊咧，我咧放啲錢。這小人家就要學睇啊！當時係啦，特別有燒紅色聲啊，特別佢探聽講在講有本來 spot 仔係燒啲白嘢係車，搞。家姐有啦，家姐。誒，你係嚇係咪？我裏面一個嘢係你啊，個一個ตัว一個嘢係你 bread 嘅 toaster 嘅喎，教出邊。toaster 本未使咩？toaster 未使。喲 toaster 你看攞地一擠落去啊，就咁 toaster 啊？係啊，未使。係你本未使啊？了
了哈，那梅魯即不莫白梅魯，伊會針板清氣啊垃圾。清氣啊垃圾啊 ，OK 啦。OK 啦，但是垃圾咩 ？OK 啦？OK 啦，但是垃圾。特別我梅魯，你安尼濟人大啦，你是家己洗澡會勁嘅，還是就是學你唔知啷宿舍人有人來洗嘅啥物哦？還是家己洗？哎呦 ，cleaner 過來一道。應該一刀啊！哇，你好命，直接一刀，未怪我是清氣。哇！先咯，你袋咧個線咯 ，at least OK 啦。哦 ，OK， 你伊袋咧佢是無參雜 A 嗬，還是參雜 A？我唔會。哦，你我幾棒哦。但係 actually 哦，其實今日佢你是算線嘛？我係頭款嘅啦，你知唔知？冇知冇咩知噶啦，你知講我幫曬就有緊嘅。意思講是講，無人講來南西講係咪物件？南西啊是凊彩人個啦，大白嘅邊人講，我係幫曬盡咗有緊。別使擔，嚇，拖家別使擔嘅，愛帶，特別使有臭味，了啊，別使小抓。了洗，別使小休面，別使小面。愛有冷氣，有冷氣。你不是外羅面來？嚇！哦 ，because 你話搞我大句啊！正當時那個 Airbnb。OK， 來，當今咱叫人講，搞我這隻大一隻鴨，然後你就明白了解啊。OK，來。我講緊你袋咧會講喎。哦，I mean，我厝是比較少特別講，係幾間嘅咧，講嘅嘛。伊唔是按照講，伊是 centralize icon 啦，icon 啦 ，centralize icon， 所以伊是成個規間嘅了有冷氣嘅，有冷氣熱氣本啊，所以整一間入面伊本是有拍冷氣放出來嘅，呢，伊無像講半講一粒嘅嘛，伊唔是一個 unit central， 所以有。了我諗出嚟變咗話關事咯。來就使嚟講啫，就使。就使嚟關事啦，冇壞事嘛，已經冇關事啦嘛。是啊，冇你個人講我頭先叫你做大，是我回了係咪物件？我唔係講，按照你就你袋你冇愛講呢，你自己冇愛講。我冇得衰啦，我唔你就係驚冇愛講啊，你就係驚冇愛講呢？你可以直頭講嘅。Actually 我唔是講講啦 ，actually 但是你會使係你啥縮項嘅物件，不 OK。特別無啦，這是 ideally 啦，我實在。你來等每就使講下你，唔是就使搞啥子？講下咯，搞我 roommate 嘅經驗，係咪物件？我 roommate 嘅經驗，就是我是只做出去外國別人大啊。冇搞我大是。咁都大事啊！爹哋嘛，一隻rules 你未記啊咩？一 rules， 嗰隻 rules 係啦，對啦，但係咧砧板誒拖卡未使抌咯，然後咧base。四面盤，咁你我哋本未使隨便盤，未使抌咩用切個大大。特別其實我是 rule， 但是可能而家真係做在大，我有可能講是 rules 啊。特別 because 我是幾大啦，就使是少料啊大處是嘛，所以我是暑假呢啦，我唔是講別人冇做咪見我切你咪見。OK 啦，就會講。我啦，講切。先就要打了是就使當經就好嘅就伊。有時嘅一啲薄我係到邊即係先嘅。托卡波，呢個托卡波。冇切到頂薄，切到頂啊！切到頂。切到頂嘅叫咩啊？先啦，四薄四面盤愛打咯。四面盤就要打掉。我冇介意追下，盤咧，after 你四面過嗰時，哇追佢啦，濕噶淡淡，我冇介，我切可以打咧。我唔是四面盤，我是四薄愛盤。哦，係就我本上。我死了對面就係大大，我係知嗰間驗佔啊。知啊，安怎你知係？我知，我真驗佔本嚟本是一大大兩嘅，我知就驗佔嘅，真就 OCD 嘅。
了我咪南西你唔捌甲我大過，你捌睡 Airbnb 8歲好我大，好大咧，我當老師啊，我走啊咯，我老啲邊搞走。我拉散啦，我唔知啊，攏講我OK，攏阿甲可能啦，阿甲講我做，那是我做攏嘅 roommate 啦。我把 roommate 過 OK 嚇，但是講我甲人做 roommate，攏感覺我係坎坷，攏係想，哎呦，一間歹計大。哎呦，老實講 OK 啊，你做㗎了咪會啦，咪嫌我人啦。未啊，OK 啊。OK 啊，你做㗎了咪會。B 啦，A 啦，A。啦，講到冇得大電視刀，你睇刀咯，睇刀佢，OK，所以這你問嚟。是正喺度，就使甲我大隻一年啊，咋？我以後我大就隻一年啊，所以應該是 OK 啦。特別因為你嫌啊，你做嘛，有人是嫌。我咁咪做。對，你嫌你做 OK 啊，你覺得好啊，嚟搞我做。嚇！你我到買4張板呢？但是講我去呢張板冇清潔啦，咁我自己寫。是啊。呢個 toilet bowl 用啊，佢後面咩冚起嚟係嚟割。這是我還是你？哦。Actually flash 是較好是冚過嘅 flash，一洗水個被噴嘅。冇你想看，不，噴掉。你係你我同你講 long try 這 OK 啦，我同人講這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你那是講唔係 try 過嗬，你搶水時啊，你冚開嘅一個倒水特別啱會照到啲波會升過去。你在搶水時，你看一水點噴起來成個煙嘅看的時，看到不到，看到不到個愛嚟哦。我真少拄到安尼款嘅針板嘅喎，安尼款薄氣咯可能。冇，你未看到啦，幫曬幫住咧。Before 你 flash 你冚過啦，個 flash 所以水未噴出來，伊係要嘅水啊。要嘅。啷水去你做啊？佢只落一支個講。第一件事放曬時，你水嗬，你放咗抌落去時啊，噴起來啊！噴到水㗎。我就驚起你啦！我那時候有死人陣，我去死咯！啊，嗰啲啊。你是驚伊會水動嚇？你驚動起來，或者你before 你放嘅時候，你放條抓食。係放曬包邊拿 N 我馬教啊，佢本。嚇！你想講你特掉曬冇抓爆呢？係咯？抓係創未創嘅，我哋咁抓未創嘅咋？阿龍講過就走。你咪會看你細湯你抓會創未創，我哋細湯抓未創嘅。你講我哋國家嘅砧板未使你問關鍵啦，我就你抓就係人想假人人哋關，而家人嘅細湯。人係搶抓嘅數。人顧一禮拜會使去搶嘛，辣要比辣大嘛。係咯，你嚟後面個人嘅所在，因為我哋細湯一撈嘅細湯啊，用大抓咁講明未使點抓啲裏邊嘅咋。哦。對啊，台灣本上嘅啊。上地本上，真係。嚇，上地本嘅啊？對，我唔記得咗。我嘅 office 一樓啦，近日大波用起嚟，但係咧嗱你見近日佢哋冷嘢咗，所以大到細湯就頭咧，彎地都是條命咯。佢大波佢嗱樓嘅哦，所以我去喺咱國家哦，放曬無靠，我未放咩數都知哦。你成日看佢這邊啊講我，你人切掉啊！一個無 video 你就一切喺對下裏邊啊！你看到 chocolate 把湯，哇！你睇個臉啊！你佢看到 chocolate 嘅咯？嚇！你看到 chocolate 啊？個 B，你係等陣我俾講，咱就俾我算者咧 topic 啊，because 講時候 focus on 放曬啊，特別大波是作咧，我雜波個硬嚇。OK，我講一個放曬相處嘅啦。等陣，我俾講即冇白講嘅 comment 喺 Facebook，伊講甲我甲咪姑寫隻房間成啊，寫隻房間甲伊嘅呢，攏使一點知明嘛，所以伊是 OK， 伊話甲我寫，我唔困做隻寫 hotel room 過，然後伊個講放曬是 tiny droplets can travel as far as 5 feet，OK， 來講你 roommate 放曬告訴，chocolate 告訴。我大學時呢大幾百磅嘅，你特別你往只好啊嘛，特別幾百磅借啦，你嚟外房經借啦，有時接時啲學我落去幾百磅借，借，你都要只
臭屎味喎，喲我望到佢隻咯，看住人會打掉佢哋屎咯。哦哈，隻一個冇喎，隻，然後就試看多一間房間嗬，然後往嘅 laundry basket 是係湯嘅嘛，隻laundry basket 就清氣嘛，冇，然後就望到鼻子爛身軀咯，鼻到一間哦，伊是馬來加嘅女人，啊伊是馬來加嘅爸爸，啊，安怎身軀有屎味哦，喲，係咪數到啫？原來佢放屎咧嗬，伊身軀切無清氣。伊洗無清氣，卡穿啊！伊會使掉去伊個殼，伊個無清氣殼咧掉伊殼。哎呀！你走出來 ，Oh my god！ Gili my god！ I think 伊無切嘅，有嘅人無切這波嘅。呢？有人無切到到你嘅，因為無切唔要緊嘛，這波用手洗啦，洗清清氣啊嘛，袂掉嘅嘛。有啲人一手成個無出，你一齊講啦，一齊講，一屙情氣。一齊講，了。哎喲，你諗邊啲咪你邊一邊要咪你邊要咪只垃圾那款？一隻冧耐款嘅，แล้ว哎呦，你係是往時個幾年嘅，我驚嘅嘢。伊是我就冇講成日問嘅，我佢別幫呢。係冧耐，冧耐啦，這種是。啊，係啦。OK，啷那是這部嘅人啊 ，make sure，睇到，啷冇成個 jack 嘅咩？冇 color jack 嘅啊，啷。有嘅人無care。應該我係咩嘅？招你使講先講嚇？你我講咩？講我啱嘅同事嗬，別使講白人啊！啊，嚟，我啱嘅對同事嗬，我成日看咧，你知係你阿毛人嘅紅軍嘅人啊，紅軍啊！哈，對，意思講啥？卡淡薄烏魯嘅阿毛啦。伊無去卡村嘅，因為大家去對迄個地殼嗰了掉屎嘅。伊講嘅啊，安尼看咧，伊是只 normal 覺得。無去卡村是講青菜切啊是。無切嘅，伊個青菜切卡村一段嘅嘛。咪只坎坷嘛，寫俾大概。哎呀，咪都無啦曬，而家無去卡村，行少，咪是成骨骨咯。時間前啊，冇切你嘛，因為地殼嘅切啊嘛。有嘢啲個啲寫啥是做隻寫啊是另外一刀白白寫啦。伊 by the way 伊無夠煙嘅，伊是single。伊無夠煙啊。啊，佢不要記個了嘢沙個了掉。Gili。嚟，個八點。OK，我嚟下冇阿招，不是Gili嘅。阿招先。我哋那大 KL 嘅事啊，比如我個人 share 嘛，你睡厝啦，我是講睡厝。冇我本來是人大聲嘅，然後對對我所以我朋友叫我睡家己大啦，所以我有3間房。哦，所以我一間伊一間，然後背是嗰陣係這間房間睡嗬，伊嘅 boyfriend 嘅朋友查某嚟。哦。所以個時候講，誒查某應該是較伶俐啦嚇，完全是多頭兵。我唔捌看過安尼咁耐啦，查某啊！我就菜驚，我知道查某房間就菜驚。Gili 咯。哦，我查某朋友捌甲我講過，講你問什麼問查某誒菜經，就是較清氣，講無得掉嘅。對，你講這。長額了一頭卡咧，頭毛就是啊，係呢個不要緊，第一嘅就是你下面人多相處分工合作，你叫掃頭卡物件嘛，你掃頭卡都掃啦嗬，你掃手冚掉就嘢啊。你是講掃咧，一部翹起來，一部撥起來，伊個三把，伊個頭。冇掃手冚掉就嘢啊！你掃手係到啲拖卡嘅，可以翹到表嘅呢？啊，你肯炸掉呢？誒，冇用半刀嘅咩？冇用半刀。冇，就是你看就是伊個button，就是你看伊個爛咁樣爛你看啊！你唔使用半刀即係夾個我跟你講，老實講，頂頭啊，我捌大相處啦嚇 ，housemate 啦，甲一個伊是真正細漢到只成派咧，只伊
只寶貝嘅大後生啊，然後伊出來爸媽較真係西洋伊啊出來有講下面，因為是未曉嘅啊，你看你物件，有可以是唔是你看？伊成未曉本啊，你邊人條解啫？你三幾歲啊？三句係未必會曉，本都就冇人教佢嘢。你三，可能厝有格格誒，長水水就教就會曉，啱。冇啲可能做家務未曉。你看做蒸做水啦，樣厝是袂去嘅，我查某。個一房間啊，一個都唔係厝，一房間唔好你接嘅咯，我就係看到房間開唔會才驚。你3000塊啊，無死喺電看卡，你 jeans 啊，你衫有些不參埋平價，加死個300平，哎呦，貴部一個衫衫。留個一衫個嚟死咯你。就才驚過嚟樣衫。頂到我到底我讀 KDU 時。我到底迄個KDU 邊 BJ 嗰邊嘅，然後南西叫咱是唔是咱換車過啊？大馬沙對，到底咱換車是我咪隨大馬沙咩？是隨 BJ 啊咪？我唔知你大一邊先，因為我是大了幾啊嘛，你對面是 SS2 嘛，了KDU 這邊格是本是 SS， 我是叫做 section 那邊，唔知 section 那邊物件。我未記喎。22嘛，我係記得像是 section 22啊，唔知啥是 section 22。哦20，特別你是大對面嘛，你對 KDU 嘅對面㗎冇，幾橋。大媽唔是啊，邊 KDU，按照你講是 OK，所以 OK，大媽沙拉有大媽是伊嘅頭嘅，伊迄個大媽嘅名 ，SS2 是伊家人嘅名。我OK，所以你講 KDU 嘅對面 ，actually 是按照係屬於對面啊。幾隻車咯？你大咯，幾隻車咯？大咯嘅。冇，我是到底 KDU 係平。迄邊架是 Damansara Jaya， 但係 still 是 under SS。Damansara Jaya 好，maybe 是 24，安尼款伊是 just 伊嘅伊貴咧 township 是。anyway 我是大啲平啦，然後伊嘅厝伊只係托家厝嘅嘛，然後我困嘅房間咧，我家。唔清楚啊 survive， 我冇聽過，就問告訴我咪講嘅。所以我家攞嚟大波大，我能 share 就在間，伊在間成日看人隻研究，伊接唔起啊，攞間房 share 間在間，然後伊嘅在間加邊一個內大波大，所以是多就係在間個大波大，冇人40萬嘅啦，我講死你。OK， 然後你若是行一頭開成個 jelly， 你可能 OK 個老講啲女啊。真係人接人哋 OK， 然後特別我去大咧，查某我有試，因為大房咧冇跟你呢是試嘅查某大嘅，伊試嘅查某咧，到我個人隻 friend 咪較上上班時候學堂，了冇有理想學堂啦，然後用試嘅查某大，我冇去個樣，特別我去房間嘅，所以我特別一開始到啲聽有用電視機啊，有隻人在亂，所以我較只抽去查某嘅房間為個樣上班然後到啲房間，所以特別樣 OK 啊，另類嘅，伊房間冇包含是拖卡甲腳架嘅房間，所以唔是個了查某，唔是垃圾啦 ，OK 有理嘅。腳架呢冇 double deck 啊，冇佢哋房特別啊。冇。冇 furniture 是干那就架係到啲托卡呢，就架幫托出掉托卡呢。你不該 share toilet 嘛？你該 share，但係你冇，你講 share 哦。冇。冇講 share。因為房間上開始有 toilet 嘅機。家己樣是大房咯，啷應該是大房咯，我大23房，23房 share 一間樓頂，23房是 share toilet 咧，แล้ว即係大房咧就較係家己一間 toilet 咧，呢邊夾住上翻嚟。why 啦嚇，叫 why 啦。actually 我有 drama 啦，我會講係種 drama 咪講啦，我不如講人講情義冇情義嘅先啦。我樓頂咧大房咧就隨學4間查某嘅咯就，我就大樓下一個4房爾嘅。OK。แล้วtoilet咧是我啲樓下咧就半面人教我用，是較濟是你啲樓下你咪用樓下 toilet 咯，你冇嚟用家己 toilet 咯，你看咯，有3個 toilet 嘛。等伊人嗬，我唔得知我人查某，我人查某較濟是用嚟嘅垃圾物件。แล้ว你咪較濟用包裝包起來點嘅嘛。伊人唔是嘅就。我經過樣嘅棚徑門，啲樓頂大房，因為洗衫機啲樓頂，嗰陣時樓頂洗衫嗰時啦。我看到伊
伊有一個 dustbin 放啲三把桶細細粒放啲人嘅大門邊啊誒，伊人伊迄個 pet 哦，迄個棉花哦，是無包嘅，是規地啊，放啲迄個 dustbin 位呢。哦，你咁樣開三把湯嘛無佢看介意。我放掉伊樣，我毋是講直頭上我會包碎碎，我掂去三把湯位，無用做籠包起來。毋是伊規地可 expose 上放掉迄三把湯位嘅，你樣愛掂時甲來包起來，家去掂，甲規粒可家去掂咯。一次是老闆是毋是？應該是咯。哈，我看我邊呢，哎呦，做咩你看你不要緊，隔壁房吼是出租嘅囝大嘅咯，咋？哦，伊出租囝一開門就看到迄 dustbin。哦，了即電查某啊，是無樣是穿鞋啲厝，穿淺拖啲厝行來行去。伊從來唔捌掃頭殼過。哦，所以未曉叫厝表係咪啦？未曉，唔知是未曉橋，嗰時講樣掉啲咪橋咯，嘅啦。了樣啲樓下讀冊就規定嘅，老是讀冊嘅嘛。樣啲聽，因為我旁邊啲樓下出來就是聽了嘅啲四房妹嘅。伊就啲聽會一條規定嗬，早起讀到暗暝，你看嗬，咁樣穿淺拖嘅咯。晴天都是出來襯拖啊，出來淺拖啦。特別你就是因為穿淺拖，你唔知頭殼是掉垃圾咩咯？對。所以咪就大隻我掃你咯。我大隻我掃嘅，我掃樓下咯，無學大隻我掃咯。因為我有情無情是比較緊，問題是你喺在即你都有用，你咪掃咯咁。嚇你聽是無人用嘅，迄聽是。因為無電視機無咩，搞了是對旁經嘅，無電視機啦，係咪？搞對旁經，特別攏下晡攏有用到迄個聽來讀冊嘛。那嘛掃淡薄咯，掃了嘛是切淡薄啦，無誒，穿淺拖當唔知可能嘅，夠辣咯。你特看乜嘢咩？試看嘅乜嘢？試看本上嘅喎，你個好笑上面有陣時有打波來看嘅哦。哦，特別唔是一間房啊，無幾多間房？一間房哦，哈，像一間房嘅話，會看啲一下喎。你話講即個搭波，我有問伊啦，攏會跟搭波是係咪？因為我特地愛問伊嘛，咁無。你伊講我係伊講係咪係過來？伊就講 one of them 係過來。你過，甲你4個朋友未同考嘅咩？3個另外3個查某困啊。你3個朋友冇無介意嘅咩？咁無垃圾咩？都伊過來搞攏困喎，安怎呢？所以基本是咯，就奇怪嘅。就奇怪咯。我一看明明啊，你是到底 Zoom 你冇嚟，到底 Facebook 每個人做做嘢啊？你講到 roommate 告訴講是住，你明明。Hello， 我是超虎。超虎，係超虎，你 video 冇 video？你我冇開嚇。超虎你捌做過未？唔，我政府做嘅事唔是Zoom 所未曉，咁啊緊張啊嚇，未曉定。咁啊緊張啊未曉定。因為佢 spam 個呢定唔掉嘅。對，伊是唔是佢 spam 你？喂 email 個走佢 spam 是唔是？嚇，是個咧佢 spam。你當叫你會食個 mark not spam 咩 ？Hopefully 你會少彈啊。Actually, the first time 你 remind 我嘅時，我已經 mark not spam 啦。特別一個在。呀，所以講特大季節嚇，差唔多，我特別常寄 email 可能啊，我常寄 email train 你就係成日落唔是啷個仔。Anyway，你講你即你 roommate 個時咪講嘛？我是係你垃圾嘅咋冇？哇，該冰呀，咱咪該拍手啫。嚟講嘅做咩事？你是垃圾咪咋冇？你攝影機冇？你 camera 拍壞啊？呢邊嘅邊一段，你係是 camera 拍壞呢邊嘅？哎呦，呢部 auto rotate 咯。你啊？特別未必特別近你。你 auto rotate 咪個頭？有，係你嚇我幫你呢邊，冇係是你拍啲是呢邊一段。OK， 嚟嚇。OK， 因為我是大新加坡嘅嘛，所以我是隨厝正電嘅。然後我嚟這邊是嚟寫我是
地我嚟做工啦，所以做只久啊，了到就是像啊，暫時是少年嘅時，無家己嘅厝嘅時，就是水厝嘅嘛。then 水厝嗬，就是像啊放工，然後本來就是入房間嘅，嗰兩物件冇關嘅就，所以嗬自然只垃圾正垃圾咩，我嘅曾經嘅托卡嗬，係你 in between 係你頭勢係你 ground 嘅位嗬，嗱講嘢係你 be spray 去轉咗，要惡垃圾走出來嘅就，女嘅。這裡，然後我嚇，然後特別跌轉咧，跌轉，跌有嘅未無嘅，因為佢就咪希望是像啊，跟啊個家己工呢，冇去想別項物件啊，咁咪是 secondary 你看啦，你是拍冇去想佢哋物件，家己對水出門就唔要緊，喺厝無人知我在啲下間厝啦，水出門，到時咪講你講到時你怎麼咯？嚇，我到時你怎麼？所以就對佢嚟講，阿蕉，未必是都是阿蕉 roommate 係阿蕉。阿蕉講係 KL。了，然後我呢，想往寫啥嗬，不往水個了是家己嘅 friend 嚟啦，แล้ว家己捌個了嘅，個了唔是邊嚟嚟 ，it's just that 成家己心裏邊有淡薄被爽咯，แล้ว冇講啦，แล้ว你買做 OK 啦，我冇買做，แล้ว往房間嘅嗬度嚇，個人跟阿蕉個人房間成日淡啊。林細講嘅咯，喺你聽嗬，如果是 BB 㗎，喺你攰啊，喂，另外一個 roommate 別得閒啊，一直俾襯拖嚟請啲喺你 living room 嘅應該嗬，一頭款嗬是舊㗎，然後喺你 kitchen 嗬，們是只啲就有夾咗有線糖啊，咪個了啲新加坡啊，有夾咗線糖冇應付嘅，就特別放嘅 kitchen 就有，然後往嚟沙嗬，往寫啊嗬，往拍啲餅嗬，往就當你是往嚟和粥嚟就，我哋有咩嘢啊？別人都冇肯寫啊！就我聽過成個張架帶啊！喺別人寫啊，嗬，一直俾夾往山嗬，講掂啲往房間，一往山你往我哋邊啲俾啲舊衣啊嚟係山，啲舊衣係山，你是講人夾咧拍山會行到啲舊衣嘅嚇？嚇，應該樣特別燒往山河往嘛，冇樣冇人寫嘛，樣寫樣咪冇人拍咯。你樣燒往山樣就講掂啲係你舊衣咯，你係你舊衣山往乜事冇當嗰度，你愛幾愛時候愛情時過嚟佢一邊哦。然後一山到嚟弟嚟滾咧，我往叫你叫Bukit Baju。Bukit Baju baju pengen gunung ya baju。個bandaran個勁粗，個係咩？勁粗個有啲哦，請問。冇講水啊，就炸掉。你我往一個 friend 嚟，你 friend 嚟咪啲聽啊，因為要坐驚嚟，你驚嚟啊，伊咪行，一看你驚卡一地哦，一卡一地講，哎呦，你看你垃圾，你嚟做啲舊衣對咪左邊行嚟行去，你一驚借啲舊衣。解借白借啲舊衣嗬，你俾佢去嗬，一看就係你舊衣邊有字紅線啊，係你成個 standing fan 可能嗰種國仔啊，你一拍嗰啲做喺oscillate 呢嚇，一係你紅線是開了嘅嘛，一係你跌到絲啊，嗰啲跌背嚟。哎呦！你俾佢去真俾佢慘。Oh my god！一陣間有人做係你講嘅事嘅物件，一係一條線下，就看到你補特別是地圖絲，厲害。然後你一垃圾往學一間厝，一個要往搬換另外一間時候，往講好啊，就特別請 helper 係你 our limit 啊，แล้วก็嚟就講，哎呦，原來嚇，學殯儀就做個厝嘅前期咩咧坎坷。哦，咪咧即啊！你諗我一電人都就係出嚟夾掉嘛，是講別人解。係咯，冇講咁貴，然後即整喺你厝，你是唔知咩事往你挖你喺你厝啦。我俾佢你講嘅時候，你講但嘛，你昂時未爽，你買做不買做，你看你即係actually 只接做一大嘅事啊，要出現你正興成啊你。我特啊，我泡個啤嗬，古早嗰種個啤是成個一包了，要一個coffee bag 咁樣你嘛？係好嘅，你都只你成日你睇辣到就主要係跌落去啲啊！แล้ว不唔是嗰種成個สี啡唔是，伊成個海南個啤，你買 3 in 1唔是3 in 1 2 in 1嘅嗬，แล้ว伊咪是一包。個啤一下子嚟 back 啊你看你，你衝落去，你連了喺你 back 你咪就被掂掉啊！
你喺你 back 度，我點掉時啊，因為一度都少淡淡嘅嘛。你我就掂啲喺你神白湯嚟啊嗬，你冇浪我冇就計掂我嘢哦。喺你嘅神白湯度整垃圾成個咧。你喺你掂神白嘅人嗬，就到去掂咧一個邊啲啊嗬，你一個係時講時話，你講不過你掂個邊，你個掂個邊嘅人啊，呢個邊嘢使梗係啲喺你浪啊，梗係掂冇咩，反正做到人佢學下個邊哦嘅了。然後就OK，你都未笑嘅，你肯講還是你對冇笑對。我冇未笑，我即係垃圾嘅人未笑。我就講，一個你講咧就OK，that's why 咯，阿蕉你都未解講咧，未必解講嘅，伊個即個落地 jam 對下爆起來啊，咪到時就落地 jam 我前班輪做掂過，人做啲位每個講落地 jam 特別掂好嚟。所以我當時未曉，老實講，當時是唔是？你煮咧係黏開了，而家後咧冇煮啊，你們。冇成講時候就講，你用了咧物件。別人來用是無啦，來看物件。咁係遐小個機呢？其實，安尼樣出去大，唔是實在你人垃圾那當攏聽到啊，唔是講當人垃圾啊是係你查某，就是人嘅臭婦。唔是實在你本是講掉底做，攏是因為真係未曉，是唔是？而且你冇想到 not priority。冇心。特別人講你是你未想講，未熟呢。你當然都冇影嘅時候，你應該你冇點聲，學下你物件。你冇心做下你物件，所以你講到嘅時候就OK，佢都未記啊，佢得做。我成個都學啦。冇。我係厝啊，是應該我係 roommate 嘅了是家己加食啊嘛，所以。外媽樣特倒來廚房嘅時候樣講哇，今日外媽來時候喺撲開即係喺邊跌晒，佢樣來時樣到煮加清氣哎呦，我本是有往時冇領你，我有成個講，我第一件嘅物件都是洗衫。洗衫、折衫，安尼物件我真正冇時間真正攞誒，所以變做有衫都時間。冇，第件咧我哋冇時間，咁樣衫物件 ，OK， 買衫啊我時間 ，OK， 咁樣買洗衫啦、清衫我時間，洗衫、熨衫係你咁樣冇時間，所以我做 KL 嘅時就好嘅就往。上個了是掉落去度標，所以咧一條路字，一條路有咁嘅了咧。對，我幾路呢嘛？我頂到讀嘅理由是本身嚟看，特別我姑姑其實擺呢，我淡薄個結果忙殺喎，所以我冇考慮，所以我冇想講愛考慮，所以我都 OK，做咩事我要去洗在經嘅人，因為我減少我買去度標去洗衫。你為洗衫只用呢嘛？你而家幾包可以一吹見水，你成阿舅講，แล้ว伊洗好時一折好好係對白有啲咩嘢嘛對？個胖แล้ว我咁攝喎，我講哎呀，冇嘅超洗，我企喺一陣經，試下立冇其實嘅只太人只人到啲頭開，我按咗洗呢？你洗頭你要洗衫，你咪唔是講近下到啲。近呀，到啲你水入面洗呢，你都俾淡薄往時都俾佢定，我係用面嘅嘛。所以我特禮拜洗衫一道，我去到在一間嘅時，我搶一幾即係頭一擺啦 ，OK， 頭一擺就是較解淡薄啦。after 過啊，頭一擺啊，就冇那解啊。我搶幾間啊，別啊，咁樣搶我係 V 嘛，就搬關係啊。三啊，邊，個洗幾那道，特別我所洗一道嘅後，我特禮拜洗啊，所以我特禮拜洗，我是洗在一間洗好咧，是我個洗衫。因為我梗係被感覺，就講我係衫會當到只菜人啊，係嘛？特別我特禮拜洗啊，嗬，都冇呢垃圾咩？是講我一個 roommate 咧，個人講啊，上班嘅話，伊嗬，唉 ，anyway， 伊幫酒嗬，你在打波嗬，幫酒啊，我諗伊今晚是今晚就已經慘嘅啦 ，OK。安怎 survive 好啊？安怎我係幫，但點我叫等幫曬咧？未必，我
張翼嘅時候，伊有一個水池哦，唔是水池，一 shower， 我袂記啊，無水池，伊有一個 shower 咧，伊特別有一個洗暗，唔是洗暗，嗰啲叫咩？洗一幫洗嘅物件啦，馬桶嗰啲叫咩？馬桶啊，然後袋咧啊，做袋咧伊唔知做咩事放尿啊，無事甲放入個袋咧嘅位喎，伊放到啲塗骹嘅位走。你個水咧強淡薄，因為特別幫助佢，我就佢安怎味道咧超就破嘅，你知喎。然後我感覺到伊，我發覺到伊特別，我特別叫伊哦，我特別記 ，because 我想到咧，我味道啲塗骹去洗衫。So 即係咯，你看，有人你感覺到成日幫洗，不幫尿特別特啲塗骹嘅幫，你無啦撒噴開這個特啲砧板嘅幫咩？大波？你可能伊個厝嘅袋率吼是無參啲隻誒，伊個裝水間是裝水間，係你古板嘅古仔，係你就是講伊砧板到外口嘅，你都俾寄出去，伊砧板嘅，所以伊是跟佢裝一間嘅，所以伊就幫住到裝一間。佢嗰時我媽唔是教啊，你裝一間，幫住到裝一間嚟講。到咗一間幫住。有人一邊裝一邊幫住嘅。OK， 你 OK， 你搶過來哦，你冇搶啦，搶啦，你有嘅，你快邊？是你近日幫住咧，走去幫啲塗骹路，就冇奇怪啦，是你近日幫住。臭虎講表 M 啊，我有，唔是臭虎介入過啊，我有看，我有甲伊講，伊甲我講。幫到啲塗骹嘅，所以我感覺你使 try 到幫到啲針文咯，其實我俾寫晒。因為伊aim 袂準嘛，所以咪是甲用咯，面 focus aiming 嘛。你 aim 袂準咧，一頭 man aim 啦，就徛了。所以拍塗骹落去，伊講伊是上個，反正咱早白攏長 aim 嘛，搶下架你看咯。冇，即係長 aim，小地未 aim。倒 extension 啦，你看 vacuum 咪數較接嘅咪是會很倒 extension。還是伊小背塞落小袋看袂到。冇唔是，伊管你啊，伊管，特別伊幫嘅時候，你幫伊 OK， 伊唔是講 OK， 我當面去長翼，所以我幫就是算幫，然後長翼過，咪是搶嘢咯，唔是，只是成講我幫住，只是就已經幫住一出來啦，呢，要搶，特別以前呢，凊彩呢。點辦咧？一破響水呢啦。所以我就只靠到逼掉佢，我講冇可能到啲針埋，我冇聽你 flash， 特別我你針埋本冇 flash， 特別有人我聽你搶水，特別伊搶水成日 pro 啫，你可能我唔知講伊搶到塗骹嘅。OK， 來個把你 roommate 唔記得講。我有一個大波嘅 housemate 啦，伊是一個旁邊嘅啦。伊家己長大。然後伊開旁間吼，互我看到了咋？伊個旁間吼是剩一條路行爾，然後邊啊吼是3巴，我唔知是蝦物物件，一包物件3巴個了，所以伊剩一條路行去伊個名稱困爾。你有看過迄個旁間吼？我捌看，你學得會戲嘅，你直接捌看？臭虎啊！臭虎你旁間呢哦？冇，我這邊嘅嗬，一隻暑假買衫，然後因為我細厝嘛，然後無可能買တူ嘛，所以就去買迄個買衫，迄個你知哦，嚇唔是夾吊衫呢，你想諾基，有一個把你講，嚇，然後伊有領褲咁搭嚟，伊買隻隻，你知哦，然後我攰住倒嘅啊，你隻就破唔是聽哦，伊三個隻倒啊。然後迄個賭吼，迄個聯絡號嘅賭吼，本賭唔會開去對面。真係衫數，所以你以前咧，伊規個老無會行啦，你是講？無會行，嚇無會行，因為伊只隻，迄個你知想講迄個賣衫嘅人嘅 storeroom 嘛，都是一排，反正嘛嚇，伊房間個咧一排，咧個計紅白大，伊紅是去買。哦，南西你看到你看到你有啥？我都係上衝動一把火嘅燒嘅啦，去我講啊，一把火係落啊，即係好計白死。因為有人嗬，伊個拍包端嚟啊嗬，你有你一邊應該冇開嘅房條嘅有冇？你有個你是一隻咧嗬，伊做啷個咧個房啲倒頂嘅邊冇掂嘅。
本真濟啊！你看你喎，我特別近朝我啦，愛講嘅是 housemate 嘅垃圾咩？近朝我個講即係我actually有真濟唔是講垃圾咩，我個真濟。OK，我是講講病先 OK，house 即個大相處咧，一個必須講不了，先講病 OK，因為我already 有300陣講伊未講嘅都見就要隻狗，所以未去，所以我特登是一直三四個啦，特別高嘅，唔係見讓有啲掉嘅時，會使起來講食個炒糊嘅講。แล้ว你講咩？你講有你咩？男仔你講阿咪咩實講？我有一個咧是 OK， 我頭一間伊甲我係 roommate 啦，即係是啊，上班嘅啦。下上班嘅，然後時時伊來講，誒對我大啦咪啦 ，OK 咯，咪對我大咯。即是做工時啊？冇讀冊嘅事，頭前我頭前嘅讀冊嘅事。然後大咧嗬，伊頭前伊就暗對，11點對來，跟住嗬，佢冇正伊去讀冊了。伊搞冇上學堂啦。然後小貝笨笨，伊冇對來去哦。伊冇對來去了。有陣時一暝無對，兩暝無對啊！你講，唔是失蹤啦，用時個對咧，唔是失蹤，伊對嚟有陣時廿落掉三個走去哦。OK，嚇，然後小貝剛才講過來嗬，八條打波，佢 boyfriend 會大 ，boyfriend 邊個？特別問題是，伊有 boyfriend 了誒。哎呦 scandal。So 我就試安怎好咧？我個八個 boyfriend 嚟咯。八 boyfriend 嚟，特別 boyfriend 你冇啲正啲紅豆位啦。OK。但是 boyfriend 講伊讀冊嘅喎。OK。你我愛講嘅是咪講？哎呦！你明白我是講咪事，話你特別交佢咗。你有一日，伊 boyfriend 打電話嚟。然後我係 housemate 樓下嗰個 housemate 嚟嘛，咁咧是做工嘅啦，咁我兩邊讀冊。叫伊來，叫我嚟去聽電話咯就，愛催我，你一問我，我係 girlfriend 把你啲大陸，你講一直是冇啲處咯意思，看你，因為特別是因為把你幾個月嘅事了嘛，咁我，一打條冇朋友嘛，阿妹唔是講我食杯加咩食杯咧，然後我其實你講下，然後小妹。唔知我冇講啦，我教妹妹我冇講，我冇講，我講我唔，因為我女仔伊，大陸你講唔知呢？伊隨無意咯就，因為迄時我冇 handphone 嘅嘛，咪是卡嚟這邊隔呢，卡嚟我唔處理嘛，然後我唔敢講咯，小妹要 find out，伊 boyfriend 就是背落嚟企喺嚟隨伊伊冇對我梗係大單呢咯，幫你冇教呢，佢頭前嘅頭三個伊已經是教掉另外一間嘅快哦。然後小貝伊介白白大佢咯，介即邊介，特別人唔知我唔知點樣做。介係你新嘅 boyfriend 就係大。新嘅白白大。所以你冇大個女，冇個女就歲啦。冇了，了小貝家己本搬走啊，因為旁邊上大間啊嘛，夾佢。then 個有是。個有一個是，等我問你，你唔會白人嘅，我問你，成好料嘅。你人講啊，你看啦，你人咧當劍啊，嗱，先講你個伊隨處你八個boyfriend 了，แล้ว伊 boyfriend 放嚟問你，就到了，特別你是成個講，像男仔情形啦，如果唔是講100%看到一個別嘅 boyfriend 喎，特別。特別我小輩我知啊，因為我係試看我已經知了，我看到了。特別我們未講嘅老師，啊點我們未講，都會我係係一間大波真正識啊，但是講啊你看小白啊，我唔敢講，because 一方面係看時唔知講嘅條，唔知特別積壓咯，伊講伊讀冊個咧。唔是特別特別是伊人嘅代志啦，我那時候我未講咯，佢有時講嘅時啦，冇講到有啲物件啦冇。睇咩事？有陣時你問上你去教人講嘅嘢 appreciate，有時教人講嘅都對你還路啊，諗乜都啊，我冇學過啊，我咁唔係噶好。等陣我當今特別暫時我俾邊啲學嘅 sponsor 嚇，會教人講邊啲學嘅 sponsor， 我啱笑掉。即係往時即係禮拜，即係幾個月節邊啲學嘅 sponsor 是教過嘅感謝大家啲人。當今好。當今我成個是 set up 你那是有佢哋 super chat 嘅時候，伊做 something 嘅，特別我冇做過，當今真係冇做過，我講笑死教過支持邊啲學嘅呢，有細漢嘅咯，感謝細漢嘅點點點喎，大個啲冇顧咯，個
Christina KSL。唔知是 Christina 是大隻唔是白，一定白青或者白青啊。然後感謝9月，然後10月個有 Call SC 啊，個有白white 啊 white 係咪啊？唔知。然後然後個白鳥，哦未必是白鳥嚟啊。然後個白兔，我覺得白鳥個白兔個樹林啦。然後11月個有創日 K 感謝你支持。然後個有巴魯呢，早幾日呢，12月是咖喱밥新加坡人朋友咖喱밥啊，個地人係話就真正 generous 當感謝大家嘅支持。若是講你人愛支持便利學健，每下來使去便利學健 .com 嘅網頁，了去啊！怎我當然冇必要啊！怎 share 你 browser 會使得好成個啊！你會使去便利學健 .com 嘅網頁，了帶你 support 便利學健咧就通啲啦。感謝大家支持，感謝我感覺到我 at least part 啲我都未講者啦，我就係講你免講特別我感謝你支持啊！我比較講 at least part 啲。我已經讓第一交嘅見，我是3月是 start 學嘅叫咩 ？Super Chat Ecam 啊，我 subscribe 嚟做 live 啊，我是3月是舊年3月是 subscribe 嘛，然後還是起我講 ，because 是貴貴本差唔多淨係400塊美金就300幾400塊美金一個月，然後。路人就講到底個跑勢講路係啦，係第二種人鬥下超路，所以我咪是實係咯，係去我是怎樣個係啦，嗬唔使講貴啦，貴唔使幾時啊，貴兩貴節啊個係，然後我就係去嗬，我搞個動金啦，我看到我已經是交嘅嗬，我一年嘅Ecam subscription 加 Zoom 嘅 subscription 呀，合併就是I think 有400塊啊，400幾塊啊，美金就感謝咯，大家支持感謝啊！แล้ว OK 嚟到底講 roommate 嘅時候，嚟 roommate 有好多類哦，我咪睡厝時啊，咯有啲人成日講睡厝了，不，你先講醫生啊，不好出睡啊，你看我都對呢，但是我是想講，讓做只好慮啊，好慮出租，你看咯，不都個人係本大事哦。我迄兜是 roommate 一兜迄個呢 ，after that 我無啦，我過後我家己住一間房間啦，無 roommate 啦，特別有 housemate 咯。OK， 所以無拄着可以無啦，無拄着可以問題。當我拄着成個讓那些伊讓車嘛，讓公司嘛，招卡上面咧，有話咪問題出事代志嘅是無插路，我有淡薄角色講，我講聲公司在經。唔是公司物件啊，總之是我睡掉嘅嗬是袂使煮嘅。有上尾有因為我睡過幾間嘅嘛。頭第有一間是我袂做工，我讀冊就睡了3間啊，就5年會搬了3間去啊呀。較濟是做工了嘅，我調工就是上尾我調工去找廠戶做工，我讀條冊我去找做工嘅。OK， 你去吹啊 ？Actually，我係厝本是，我係往水厝嚇，我隨處樓下，我隨學幾日，你講隨學攞乜多幾隻隻人嘅隨處嘅，我樓頂四嘅就冇咯嗬。然後我係房間有3個大波，尋晚3個大波出嚟咧，我係幾百房嘅大波內大波9嚟，樓下嗰隻大波10嚟，我係厝樓下一間4間嘅房10，我係厝10嘅人大。特別佢大間啦，冇講話曬有住啦。我較基本上就啲房間入面咧。我按大過一間嘅啦 ，SS2 嗰邊解嗬，是20個人嘅。好，門板嗰邊個過去嘅，讓佢哋點嘅啲過道路嗰邊解啦。corner 嗰間嗬，嗰個咧，我以前我 clubhouse 講過啊啦。大了，所以我有陣時去找伊啦。伊房間是伊家伊嘅 roommate 大，伊 roommate 就清氣嘅，落根本清氣啊 ，OK 嘅。阿咪伊 roommate 就清氣啦，邊間伊房間就清氣啦，唔是我硬清氣啦，我講嘅意思。然後所以看咋一人出去就是即個20幾個人嗰度，迄間厝，特別隔了大波嘅咧，冇查波嘅。所以我就垃圾有淡薄，哎呀，唔知安怎。你佢就隨我幫我講阿無你搬出來，因為個改個大什麼嘢嘛。然後 after that 我一搬出來無久，過後個唔知
6、7年過後咯，我有倒轉去迄間厝，因為佢有朋友住喺邊架。你就講起咯，你講咧，講誒，好彩你早搬啊，啊，佢就喺講講，伊人有一暝哦，樣困一半，有青哦，有青對了樣嘅頭。喲，人見了自家青見嘅頭啊！特別是飛虎隊嚟嘅。飛虎隊係咩意思？係咪 squad 啊？迄種 SWAT 啊 SWAT team 啊 ，special SWAT team。你成日你馬打嚟 SWAT 嚟啊！Oh my god！嚟迄種 combine 咯。喲，我驚死咯！我流屎流照啊！伊樣袂使出聲，點？你看我，伊樣愛掠伊人嘅另外一個 housemate，啲樓卡迄邊解。樓卡因為伊3站，成日都講嘛，樓卡嗰一站，伊講愛掠伊間，特別也無解講係咪啦，總之驚咪出聲聲咧，安尼講，所以就聽到講，就聽到唔知種乒乓乓，唔知有掠到未咧，我未記啊，因為之前是真出名嘅，我幾後人去找伊嘅新聞就出名，出名是伊人，伊 actually 伊殺死了10幾間查某啫。Oh my god！ 伊 murderer 嚟啊！伊是 murder 嚟哈，但所以即個SWAT就出來咯，都伊唔知打一間先嘛，伊唔知亂 housemate 個了有無情嘛，所以隔了本伊人用情機樣，伊條點咪出聲，樣一掠伊間。Oh my god！ 所以別記啊有無掠到，啲邊個掠到，應該是啲邊個掠到。哎呦！伊嘅旁邊哦 ，actually 一間大波，伊是無甲人講話是咩？怪撇咧啦！伊對來伊就困嘅，伊旁邊吼有燒掉一台人啊！伊強姦你查某鬼後吼，一台咧伊想是有牙，伊會拍什麼鬼？管嘅 something 安尼款嘅哦，哈！你 housemate 講，到底是係咪嚟緊？你家明明哦。我打電話去找伊，係明明幾10年前嘅，伊做尾條 X 死去嘅，伊是怡保人。我同你講，應該有人知嘅人。你應該是去咗美國咧。嗰時都話，如果是啲 KDU，嗰時去咗美國，你可能係。冇啲 KDU，高齡啲 KDU。我90 KDU 是94年，我就94年讀出到 KDU。90。不，95年。90個啊！上尾可能本是90個90來。喲，幾死人！你我樣規定嘅了，特別佢埋來咯。哦。好啦，所以好彩話硬無卡無大迄邊架，伊走去了幾下就出啦，好個仔喲。哈你乜？因為伊是年幾啊？伊直直殺查某咯就，伊是騙查某女，你一個殺，安尼款。伊是去拄這查某先，伊就講哦，迄查某有咧，伊揣真濟種，迄種幾歲本有嘅，3幾歲啦，10幾歲個了啊。伊是基本講 dating。哦。幾後介 dating 啊？嗬，特別冇佢有迄查某。哦喲。then 小妹掠掉哦。BJ killer。BJ killer 大 BJ 就是搞得愛相處咯，以前相處過嘅咯。哎呦，恐怖！超掉真濟 body part。喲，佢。我個仔冇唔是你 housemate 講，哎呀，我成都但冇排骨啊，你使嘅嚟用，哎呦，死啊！你嘅煮排骨都蝕去啊，是話，哎呦，你未講嘅嘛？未講嘅嘛？而且伊被學路冇去啊，你物件，伊講啊，我成都真係你排骨啊，你去嘅嚟煮啦。啦，你成個ruby 好成日好你好時嘅，不過我唔揀咯，叫我學隻排骨一賣。我另外一個 housemate 本甲我講過，伊人本是釣過，伊本是阿妹嗬，哈你情本是幾條人頭嘅，แล้ว伊請嗬本是伊人來紅包咯，樣是袂使，伊下面本袂贏，伊講伊本是愛掠伊另外一個馬大本啊，馬大本呢，แล้ว伊掠另外一個大波，迄大波是拍槍，是咪伊有情嘅身軀？哦，本是幫咩了？伊講我，伊樣特別對伊馬來嗰度個了。แล้วว่าลูกหามีง咁俾ยายนี่แต่เป็นอันในควันลูกสิงกูลูกไปใส่เชิงซาลูกสามวันไปก็ว่าว่าเจ้าซาชุดไปใส่คนหาแล้วเขาว่าเดี๋ยวก็เสียว่าจะโบเชิงไล่ซาคนเนี่ย所以伊看ขี่บาไล่都就伊คุณใส่ก็อ๋อที่เต้าขี่啦伊คุณซา水水嘅噶啦
結果我清楚啊嘛。啊，是，你袂使清課本呀，你課你滿立嗰時又唔知啦，啊，袂使。人都唔使驚，明明驚，所以有，伊驚都是伊想之類。同等即個Zoom 邊有即個我哋都來哦，可能我哋都。阿 John。嚇，到嘅。到嘅啊。OK，到嘅 Clubhouse。OK。頭先林細講嘅 course 喎，可能就冇睇過啦嚇。你睇人嘅，拜 good 啊？自拜。拜 good 告訴下來了。OK，即係林細講嘅 course 咧，冇睇過啦。即係搭波咧是可以找波朋友片，然後伊就即係林細就專找波有見見了咯。哦，所以就起行咧，就起行。伊可能any 查甫咧，上加嘢 X 咧。哦，上加伊款伊就去睇啊。是。哦。都伊睇嘅查甫咧，係咪是有無太多事啦嚇？是做保險嘅，是做 bank 嘅，我唔知啦嚇。我有讀過啦，即係明日吧，我是冇咩會記了。所以人哋講即係故事咧，我就係記住。我總之啦，我有因為也點解第一個有什麼事做嘅啊？你就那樣，我有做過，你告訴啊。是。哦 ，OK。所以陣間講林仔講嘢 housemate， 意思所謂 housemate 叫做應該是冇看到啦，你這是maybe是 element 嘅 story， 所以冇做緊 details 咯。其實我 post 伊嘅新聞啊，呢個都係 post。我 post 我嘅邊啲 link 會成咯。哦 ，Clubhouse 啊。邊啲正價 Clubhouse 邊啲 link 咯。我都被注意看。Clubhouse 伊做咩啲價股意思嘛？伊做 X 啊，因為伊是我冇太做事啦，即係特別是伊做咩是簡單人嘅。哦。簡單人嘅。即係我哋都係都咩告訴你先？我看你邊。Oh my god！ 辣姐。OK， 我特個人講名，即是頭一串 OK 啦。我覺得大概接俾成個鬼告訴你 roommate 告訴，大概接講。OK。好，來。They go back to the side. Okay， I mean the first time 我 roommate 就是 probably 為我大去大學咧時咯，咧時就是類似 so that time 呢。有一間我咪講上次啲嘅話一間人 ，OK， 就是講伊是you know 有 family 啦，嗰種，等於講是伊是 mature student 嘅啦，แล้ว伊是mature student 啦，有驚，แล้ว有驚咧嚇，แล้ว伊是都天講會做嘛，伊搞垃圾啦。我就未當，搞垃圾。伊唔係伊有啥咧？伊多厝寄物件來咗，嗱，如果伊厝其實無講講回 from one house，not same state but different town 啦。because 嗱，我當佢有讀冊嘛，所以伊是大the town which is reachable but a bit far 啦 ，OK。So anyway, the cut the story short， 伊實在是有時冇做物件啦，而且伊個咱睇到房間食，你睇佢咪結果一到房間食咧時啊，嚇伊咧盤啊咩啊，伊盤食飽咧時啊，一燒到肚內邊咯。冇寫啊 ？OK， 冇寫啦，哎呦！You know, like you like lie 啊！你看，一燒到肚裏邊，那時我的 at first 是我的 notice 掉講嚇，你大媽唔是啲食物件，那時係咪數嘢嚟盤頭下即係嘢肚嘅？尤其是嘛，我冇可能嘛，我都冇走出 from the 房間啊！那時候佢講 ，Oh my God， 燒嘢嚟盤。嚇，個多啲肚嘅裏邊咯，有時哎呦，我邊，大家可以搞到成日我笑起，我講緊嘢死可以然後嗰啲咯就是多上房間嚇，上房間，那時有時咧一直播，
伊个迄个头毛油啊，伊个粉啊，反正这我袂使讲我是垃圾物啦，你讲无啱人诶 smell palette 啦。佢maybe 無客咧，伊用嘅物件味素無客咧。Yes，佢炒完啲嗰啲困嘅時，你變咗你青起來咯。我講有時你炒的，垃圾嘅炒，伊是無世界味。對，真正炒แล้ว因為呢個油上，伊就是伊抹頭毛嘅油啊，嗰時。你人咧切到要磨，人咧哦，滷到超滷到咧，肯定。切到要磨，有時咧，要磨到嘢，就去調，咧是後到嗰陣你對嘢時候，嗰陣切到對嘢嚟磨。特別話磨冇停到對啊。But when they chill，你咪只講你超油啊，你講垃圾，依家切到薄，你可能切到啲磨啊。那是 extremely 垃圾啦，對，垃圾翻嚟時候，我別當，我別好講我別講出來。我會咪是 bright 嘢，你學生話等嘅講好啊，把你 roommate 啦。I mean 我 semester 咧是 bright 嘢，你學生話等個叫好把你 roommate 啦。然後個假如就被揸請咧是個假如開會，如果你是兩個冇關係講。然後困開嘅咋，我冇關係困開嘅。那嗰次就被揸搞到困，I think 啦5-6點然後就請了嘅咯。如果是因為做 meditation 啊，所以就搞到5-6點啦，就搞到請嚇。嗰陣時啊，就搞開開去集 egg 係咪啊？嗰時開開啦，幫嘢件啦，做嘢件啦就。死有笑啦！你愛困嘅時，隔嚟啲搞到啲開開。你可能要，即係你頭一 roommate 咯。Yes，頭。所以你計頭一擺，你可能經驗，你把刀個 roommate 過哦。But after that 咧，就是嗰啲個話，我講話 bright white，話就講 next semester 嘅時話 roommate 嘛，所以嘛話 just 話咯，So this time อีกว่าก็是 another หลังอ่ะ which is okay ล่ะbecause การงามเม culturally เป็นไงช่อง culturally แล้วมันเชิงคีอะไรคอนโน我看佢就是他媽有一個人新的人來就走去我看你講無好嘅 roommate 好嘅 roommate 咧你打什麼就是我好 roommate 嘛，是我 after that 我嚟咯，我 second roommate 好嘛，阿咪個前期然後 roommate 是就係咪嘅 consider 好咧？阿咪對我有啲是前期嘅時候冇亂considerate 咯 considerate 啦 ，term is considerate， 對 ，term is considerate，咧一個咋明搞做啦，我坐我去You know, 出去食物件You know that because the first roommate 是 vegan 嚟，okay, not vegetarian, vegan, okay. So in the second one 是特別人嘛，所以有食馬嘅，所以有時過出去 explore 啦，去到去到去食啦，你嗬。OK， 我每都一項嘅。甲一間正垃圾嘅 roommate 大，甲是甲一間吼正濟善堂嘅。垃圾嘅 roommate。垃圾嘅 roommate 我係叫我係寫嘛，我係叫我係寫喎，你善堂我就死。摸善堂㗎咧。別，咩摸你同我講戰落隻我都戒啊，我同你講。等陣未困啊，即係英國掉嚟啊，特別。英國當對啊，แล้ว冇啊，冇一堆去，有少到啲英國嘅話，啲講美國到英國，對佢先知，唔確定英國當等日我俾大媽試試，大媽試，英國中等日我看英國中嘅聲，我聽到人講話嘅聲，
點樣應該點樣 mute 啫嚇？有人做 mute 啊？應該點 mute 你 microphone 咧 please。OK，我 mute 一下。Patrick。OK，我 mute 一下。OK，แล้ว三不，別使講，什麼事別使講啊？講又未講。你講。我古早是19讀有點聲是啦，我嘛是讀大印度嘅 college 點聲咯，等我大。我嘛是19讀有點是。哎呀，咪講出嚟開聲啦。then 我大佢哋 SS15 嘅 baby 咯，大佢間厝嘅啦，佢了嚟。By the way，我 call 我 TOEFL 到啲Hindu college 裏頭嘅 call 嘅。是啊。and then 伊佢哋一個 house 啦，攞層樓嘅 ，and then 下底咧是出租有房間嘅 ，and then 加 kitchen 嘅 ，and then 一個房間。and then 後尾一個 storeroom，and then 頭頂咧有3個房間 ，master bedroom 2個房間 ，and then 我嘅隔壁房間咧是一個 couple 嚟 ，and then 我剛剛無人住入來過嘅 ，time 是我是一人住 ，and then 我嘅頭一個房間咧有4個查某住，因 just clubbing 嘅嘛。then housemate 嚟，唔是 roommate，OK？then 咧。有一道是咧，你讀 college 甚至做功課做嗰隻碗啊嘛，所以做隻碗，然後3點幾啊，然後做功課啊，然後我落來啲泡咖啡咯 ，because 我做個功課嘛。then 我落來 kitchen 時咧 ，kitchen 係有門嘅啫噃 ，kitchen 門冚哦，冚啊嗬。一邊kitchen 門是未鎖嘅就未鎖嘅，特別一 block 掉就，有冇炸掉 ？something block 掉 ，and then 聽到，嘿嘿嘿嘿嘿，你開門啦，快點快點，講華語啦，呀 ，then 我就聽到我係我佢哋 master bedroom 嘅查某咯，呀 ，and then after that 我一開一下，我咪開入去咯，開入去一下。冇人嘅咋？小鋪，屌，搞啦！特結真嚟喎，特結真嚟喎。你傾偈啊？唔使我導遊啊，即正事啊咩？我 gross part 上面，你就咱結真嚟做節嘅時候，先會邊啊，normally 有嘅人係實際上巴當係佢哋produce 嘅上巴啊嘛。哎呀，對唔對？我真係吹掉。吹掉咧！超靚，用句係 condom 哦。是咩？呢度記者小鋪。你冇叫嚟插女啊？超嘢！女插到落倉啊！我係 house 一個 housemate 咧，是一個 activity 是較強淡薄啦。Because sometimes 我人阿妹是去困咧，然後你我大樓頂嘅嘛，伊下底會冚阿毛毛灰啊嘛，然後有一個沙發啊嘛，然後你會聽到人嘻嘻嘻嘻嘻，哦，我諗面度嚟啊。哦，我真係無形嘅啦。我係會講小鋪嘅聲，嘻嘻嘻嘻嘻嘻咩？哎呀，最做愛是做你看你聲嘅嘛，你看你只要來落了。係咯，你嘻嘻潮嘅咩？你個四老闆做愛。每次半點啊，半點咧，係做愛事。應該中，歡迎。係 ，sorry，大媽，我未聽到你啲病轉咗亂啦。我嗰咧我真正。特別你即 Zoom 特別當 OK 喎，你關人住啊？睇下 OK 啦，嗱，為咗我抹起來啊，我抹起樓頂啊。OK，即邊佢有人講話過啦，即係dining room。所以我頭先講到roommate 啦，大層房啊，大層厝啊，就係你話咩講事講喎。roommate 啊，去學堂嗰時啦，去中學嗰時啦 ，boarding school 嗰時。我係 boarding school 啦，是Roman Catholic 嘅啦。tapi 真正 liberal 嘅。佢哋點先我去嘅時啦，真正 liberal 嘅。你舊家開檔啊！
開檔啊 liberal 開通卡，哇你簽，等陣我同你試下。唔知對唔對？阿龍家就係 confirm 啫，阿龍冇啲啊，阿龍困嘢嗬，呢啲困嘢啦。阿龍你看到醫療，可能看到紅光啊呢，看到伊人道面呢。係啦，你也通，一起通了那。通你個開通是開嘅意思咯，成日講開闊啦 ，open mind 啦意思講開通，開咧通，開本有 aspirant 開通，開掉，嗱你冇開通。所以你是講頭腦冇安呢頭腦冇安呢留個班啊，卡是頭腦。Yeah. So 我 actually 我 third form 到個 fifth form 做 O level 時我去這裡學堂，แล้ว sixth form lower six upper six 我換去別裡學堂。น้อย本是 boarding school 嚟啊 because 我係個講嘅話嘛，ลูกค้า好耍Patrick 去別嚟學堂，因為人去嘅中學無咁安尼好，伊 A levels， 伊嘅先生無咁安尼好，所以伊人我吹這裡別嚟學堂，所以這裡新嘅學堂，我真正開通，even though 是 Roman Catholic 嘅有 brothers 嘅係咪啊？伊有一個 rule 啦，你教個 six form 嘅時啊 ，lower six up 咧，你會使數分哦。so 伊個 rule 是啊，你數分咧，就比較你平嘅年嘅人。伊人若是你會先生若是掠到你有較嘅。伊袂使成講你去錯較嘅人。你袂使影響到你較少年人。你家己。你也是較老嘅，你is OK 嚇，上年上班，特別人若是隨單，你有較少年嘅班喺那邊啲數分呢，伊人頭落 privilege，了你未談到對了 ，until you leave school， 你未到家你畢業嘅時，你本未到對了，所以因為數分啊，我頭先我唔知，所以我哋。頭先嘅接我教啲學堂嘅時啊，啲跟我係 bag 啊接去，伊講你是新嘅，而家攞好你攞嘅朋友啲嚟房間，差唔多攞本數分啊。特別講緊是上年啊，啷多啊？人上年啦。แล้วรู้係是幾歲？幾歲啊？係數分了？係咧是16歲。16歲就數分了，上班人。啲英國係咧點聲，你就要16歲加買飛機嚇，加你買飛機，所以16歲咯，所以到接佢嗰邊，哇，未看到係咪㗎了，換㗎了啲入面嘅環境。因為是零天啊，零天咧，兩無開堂啊嘛，所以我又參試咯，所謂三個了，參換機㗎啦，換機比，我每啦我本自參加嘅人數換機啦，啊無你若是無你家己無歡喜嘛，所以你參加嘅人就你就。It's like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咯。原來你做好朋友咯，做好朋友咯。原來你數機器是到底合朋友數機啦。對啦，到夠單啦。是我等教我咯，我等教啦下面嘅。等教呢個寫啲紅教，等教都數機。哇！你學等啊，你都會做 cross country run 嘅，一兩小嘅啊。once a term 就嚟term就到你都未。或者你我係叫你對嚟講，你即 boarding school experience 本啊，我 feel 到怪就是boarding school 係真正 excited 嘅哦。OK， 真正 excited 嘅個書本咯。X-rated or excited？ X-rated。OK，使。你個 one game TL X-rated 咧。冇啊，人做咩做 cross country 人，所以我個內朋友啊，人第一件事走嘅，我未走夠個攤啊，我未走嘅，我走一百係咪
我走一把手呢，我就拗了哟。哦，拗啊！你我單我走我冇識揀，我燒水嘅燒水在回本誒，特別我走未，所以人三人啊，特擺未綁定嘅，所以人貴學堂啊，特別走嘅，所以人嘅學堂有啲一個山頂，你特別走落，แล้ว走起，所以頭先嘅影，because 你走落。特別被對學堂嘅時真係坎坷，特別起山嘛，所以我係 video 佢咧 hang 了，你係看到我未啊？你 boss 佢啊？冇，你係看到我未？你看到你聽到我哦？OK 啊，特媽 freeze 佢啫，特媽。所以人走啊，舊架一杯冇半人嘅時啊，冇先生嘅時啊，人。走去入去 forest 哦，走入去 forest 後，人一人夾一包嘅飛機啊，所以人坐講話拍角，隻飛機，然後等到夾點聲嘅時，人個走一個 shortcut 去起嘅路，然後走去，然後有一道就現在看到人，伊就知了，人就無走，伊講。一看到人三人 ，Tan Ryder, come here. Said you stink of cigarettes. Go back down. 都俾走咁直走啦，頭走起。都俾後來點上點真啊，就講流咗啊。你阿妹本啊，嚇你阿妹本叫。pizza 嚟啊！我都話頂到嗰個我都 pizza 嚟，有隻 pizza 啊咩？不知我特別叫你到底嚟講你 boarding school 嘅。特別人有真係拿3坤啊！我本是人阿毛見啦，真係拿3坤嘅啦。情嘢基本上呢個事。當佢你去 boarding school 度啊嘛，你有 pick up 數機，然後你有 pick up 成個情嘢基本上咯。無，伊人知，人袂使動我門窗嘅。我長益了解接我門窗嘅，伊人若是動咗我門窗，我真係起哄嘅。伊人袂使借落啲我門窗本。袂使動。但係我係咩叫佢真係哦，真係想嘅。南西我出我開咗你 article 啦，你看當見。我寫咩嚟？這是應該點你讀啫？我按咗讀。華語嘅你睇華語嘅。我來讀。奇案追蹤第12篇，90年代色魔連環殺手大魔頭林，唔知係咩名？林兆明啦，林兆明。你看咩？我看到倫敦呢，18世紀，你唔是啊？好，這咧參白你阿迪哥誒，阿 Lab 新聞或者是廣告嘛，樣子。OK，你是講係咩？嗱，你看伊這是大媽阿南西寫，講係你。一個 housemate，伊是 killer 來。伊紅頂到嘅 housemate 是 killer 來。有呀。嗱，一間啊。Chicken 啊，serial killer 唔是 killer，serial killer。但有時佢講住古啦，好真係伊打波呀，打波就急咗。係咪嘅？所以伊 kill 咗隻人啊，幾耐人？我 scan 佢啊，啲哥講。伊第一招嗬16嚟強姦咯，就係。Oh my god！所以查波啦，查波啊，強姦殺咯真係哦，伊殺了下歸嚟查波啊，我看有時啊，我未有我驚，我時我看一鄧蘭波走我都冇驚，伊樣時 show 就係幾物嘅。Yes，鄧蘭波走 always say usually，我真係驚，我問講我看你成日伊當叫 Instagram 啊物件，我好似咪浪車一條 show 路嘅，我直頭未嚇。有幾間攝過去，一般做咯，查某。哎呀，笑啊，就是可能，幾南西怎麼都叫我，到底 WhatsApp 是上嘅嗬，上字。條條件寫一啲一拍四個嚟啦 ，rate 16啦。哦 ，OK，
睇死 rip 面有 trace 掉啦嚇。哎呦，第衰咯，有一個 housemate and 看的人，哎呦，第衰咯。伊查某甲了伊嘅 taste 本。哎呀，唔是 taste 啦，這是機會啦，我講。伊即甲了吼，伊是種想嘅伊嘅有 girlfriend。輸了，伊唔敢出聲嘅，伊是專存一種。哈，有咧是有咧是教會了，有咩應該是。哈，伊是專存一種吼。我要 try 間個中學伊會開伊嘅 Zoom 嘅 filter noise cancellation 啊。Sorry，你看，我知。啊，你去 filter 啦 try 下，你 try 下看會，係 strong 定看。就好嘅 actually Zoom 嘅 filter，冇啊，我冇睇到啊。啊，就有，以前冇講。有個啦，喂。睇查甫裏邊嘅都差唔多像嘅嗬。我好啲，it tastes a bit same 因為伊人是相邊嘅，差唔多。因為伊像個伊個 friend 嚟講，像嘅 X 邊嗰個啊，我看到差唔多像㗎了。Unfortunately，伊murderer 不應到。老忘記你啊！伊是安怎嗰度？伊是所尾一間失蹤，了伊人就突係咪？了安怎會知嗰度？因為伊行了公司嘅車，伊碰無一禮拜。伊用公司嘅車，伊用公司車碰無去，了公司就報白來咯。報白來後了，了即個馬達就直，誒，原來即個有關係到，佢哋失蹤嘅查某嘅係咪？人就吹掉，了就講阿家掉應該是伊了。就是因為人公司報伊嘅車無地嘛，伊人家車無地，無來做工，車冇行對公司。就想看直掉咧，個發現講，伊可能就是迄個 killer，就是接落來有查某碰無嘛，有可能解關係掉咯。所以人隨迄個係咪去掠伊吼，因為掠佢對伊去問嘅，是唔是真係是伊睇咯咁樣？係啊，是少呢，那冇過幾十幾年。幾多年啊？我係到底即個人嘅聽講即個 share 人啊，即個伊 murderer 會告訴我，所以我係到底迄個 chat 嚟攞使去咧 live chat 嚟看，或者是即幫即 episode 幫是。OK，所以當今咱使講個一邊性啊，因為人個別有別個話題嘛，要講幾個事嘛，所以我講個一邊性誒季節是一個感謝，已經感謝人大家支持邊啲福建電影，個尤其是甲人嘅白金，甲我拜甲人嘅花，佢哋感謝大家有到時我 ready when 甲了頂 settle 時，我甲做一個 episode 甲人交代啫。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咱個嚟再見過啦。即係入邊到啲 clubhouse 甲到啲到啲即係 zoom 嚟特別入邊。然後肯定係講到啲 zoom 嘅人咧，係講一直有記聽幾個事，講幾個事咧，你對晒留就特別明走嘅。OK， 大家拜。到底 YouTube 嘅朋友頂一禮拜無看，幾個講無看，無，安怎講咩啊？頂一禮拜無看，安怎先你有講嘅？我頂一禮拜無看，不是到最後大家正就讓定看定聽，然後嘅 subscribe，然後不到我有現條錄音是依個通知，感謝大家拜。安怎啊？我 end my stream 啊未？我 stream end 啊未啊？啊未啊？I finish stream.